2014年，为爱好书法的老师和学生们撰写了藏文字体传承书籍并出版，得到海内外人士的赞赏。同年出版了萨字体书法字帖和夏字体书法字帖。历时5年，利用工作之余写了《雪域白体书法长卷》。此书卷长355.5米，汇集了古代和近现代的230多种藏文字体。这是目前藏文字体种类最多的藏文书法长卷。2019年8月30日，得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咱那北魏个那个一点，咱那一日节都忙着啊，记了咱那逻辑人不也不到，意思了咱那一日个忙吧，那做不啥，对了咱那你的一日不贴了咱那，一切了咱那没去全部加为，他其实了呢就是让我马上发了那个记里人的开，意思了咱那个的。当年这里把做些不到，我感受只能开始瞧了，但没特让给刚来那几个就特别就是做了多了差距多了几1983年到1995年间，是生龙武家求学生涯，从小学开始打下的扎实基本功。生龙的书法技艺随着年龄不断增长，期间多为良师悉心培育，使生龙对于书法的研习和热情始终丝毫未减。笔墨间的行云流水，让他感受到藏文书法的魅力，从而影响了生龙作为一名藏文书法老师的身份反哺社会。希望把民族的文化瑰宝和传统技艺能够毫不保留地传承给自己的每位学生。从仁国小学、甘孜藏文部到甘孜民族中学，20多年的藏语文和书法工作，对于生龙仿佛在历历在目。目前，他已培养了6000多名学生。现在，生龙还一直坚持着在寒暑假期间为学生进行免费书法教学，开设家庭小课堂，教本地人学习藏文的读写。他说，他目前的愿望就是继续在藏文书法中深耕造诣，并能够一己之力继续为藏文书法的传承做出积极贡献。